艰难解救个卡来现在真正，现在这边的日子马来，手机确实结果日做，一当个的那面的两个那样的样的。大概青年节约送南节，做了北京上节就过就。学堂做的就难了，将就们都当你家属亲。大概青年节约送南节，做了北京上节就过就。学堂做的就难了，将就们都当你家属亲。大概青年节约送南节，做了北京上节就过就。老总，确实是王小王，那个世界上面全是也是，这上面这个王这个这个这个今天现在说这个我们那个属于，两个现在就是好多这个从就是就是你们可以这个稍微这么这样的什么的，那个差别。那也跟他们这个不光在那里跟他们搞工业的这种把这个大的车端搞，完了什么的，那觉得那个他那里面现在他们也那个，就叫让他们往上搞上面，完了呢，今年搞吧，完了呢，现在那个学生嘛，我们估计也是晚了，来我的赛道的三八学。为了逐梦迎接年轻，必须肃正佛果，为政治或念头行为自立，好好的民官与听闻正法。好的，先生，你呢？我的是，哪里呢？现在담배去了呢？也送了东西呢，对吧？这个是个好的，对呢。你讲究人就是嘛，你没谈的，这现在담배去延长呢。大概上有张天的嘛，大误的。好，那我们今天所听闻的佛法就是一切法藏所关于无不具足的道次第广论。它的段落呢，接着从上次那边继续看。他这样的呢，讲究什么？我讲对了，他讲究什么讲呀？讲完的吧的，稍微用完就行了，他稍微讲完就用。写嘛话成的，是吧的？那刻度的那边呢，他讲究什么讲呀？没讲什么讲的。那这里讲当的了，今天别的两个对的讲的老讲呀，今天大新经济讲的老讲呀，是应该的，或者刻度是这点必要吧？好，以科判来讲的话，这个前面的科判就不用讲了。那如果说该轮到的科判来讲的话，就是修持菩提心的方面。那对于修持菩提心的方面来讲的话，是他的修的方法由悉知因果修持菩提心，以及自他交换来修持菩提心，分为两种。咱课上有长篇的嘛了，然后都听这个地方面比较入大。那我们接着从上次那边继续看。好的呢，对的，今年过去6年300个700的，每个出工的，这天我的车路蒙古年前出上面相当高，他的年度用的，俺们我确实第有这当然，他的社会进步少，是吧？那个别的呢，原先全部是个中华的，没有的，第2嘛的这些个场景虽然都差不多，但这年看样面的，旁边是这些亚瓦多万地方的呢，我的这年那个钱了的是，这年那个钱吧因为，那贵钱吧因为贵点，这钱吧年钱吧，这呢，你都知道年不是。这呢，
今年你老板说了恰实，说了当，年了对了，他对上当那的阿来汤姆，没西天天听说，用钱把的光把印章，当我的那没西光把那大用的光过是吧？这就生讲单的了，没西天天听说钱把。听说去，听说讲把英姐拉上身的人，要不然现在他平常当过没戏的话，马写吧，身边他们这两个马借用我的写吧现在，第一我呢，我对你人恰当落的干部也是不大这些的。那我们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七支因果的，就是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悲心与这个增上益乐，以及这个菩提心，也是七支因果。那之所以呢，我们首先需要修持这个知母。那为了修持知母，首先对众生必须要这个修持平等时，也就是说必须要断除对亲贪着与对敌怨恨，必须要断除。之所以呢，我们首先需要修持平等时。大概呢，我就这事情，说马个事情有吧，马个事情呢，这事情的说的呢，老了的呢，那个不是啊，红绿的那个红绿电视是进入了的，这事情要了的，你听得懂吧？好，所以呢，比如说我们都会就是心中的众生的其中一个，把它视为自己的敌，也就是仇敌，就是因为自己不喜欢而把它认定为自己的仇敌，也可以说因为内心不如意，或者说一看到就会生气的这样的对象，我们把它认定为仇敌。而且呢，那是人这个。六他我是花钱的，上了要不起当。他带领年的呢，家里我们这里的当归并且看了合适。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可以说用道理来思维，从各方面来去思维。今生我为何对他视为仇敌，来怨恨他呢？本来马上说今天的那个6年上路当中干了，或者6年的了，过去6年的，那其他的6年是上路是当一把刚的呀，因为从零可多了呀，因为这个可多了，过去6年上路去吧。好，之前我们有讲过，在这个修持共同中士道次第的时候，有讲到说。思维总轮回苦语，以及思维分别轮回之苦，我们有这样讲到。第一个的呢，是我的上路当呢，那这第一个这个蒙古了呢，让人年轻就是上路当了，但那个这也是，因为我这个蒙古你年轻了还是这个，你这样是。所以呢，以我们中士道的这个次第的理念来，以及以这样的次第。来去思维，现在我们视为仇敌的这个部分呢，过去的好多事当中都是我的亲人，好的吧？让人扎起来的，扎着我的，他没起来的，带来了结果，带来了就听进去了，人家是不是就弄上我的？现在我们把它视为仇敌的原因，就是因为今生当中，他对自己害过一次，也因为这样，然后呢很生气，很怨恨他，